天气一个反冷，开始来食火锅、食姜母鸭。若这个冬蚵仔是一定爱放的这个青菜，但是讲最近冬蚵仔是夭寿啊贵哦，一斤爱90块、100块。上界主要是因为今年的冷空气提早来报道，即摆佫毋是冬蚵仔的季节，所以继续嘛来翻倍。农粮署讲，可能就要到月底，或者是后个月，这个冬蚵仔才会较俗。天气一个冷，大家爱食姜母鸭，也是火锅和这个菜鸡一起起上下面就是食火锅，大家真爱用的冬蚵仔，这2个月来为一斤45块到50块，起到90块到100块，好煮三顿的家庭主妇买袂落手。上个礼拜好像是100块吧，而且越来越贵哎。你知道现在生活真的很辛苦哎，挑不到比较好。对，这个是有困扰的。有时候想要吃嘛，也没办法，就是要买一点，就会买的比较少一点。各类菜嘛小可有起，本来1斤20块，今嘛起到25到30块。这个食火锅会用到油菜类，那希望讲伊的火量稳定，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。在产地的部分哦，茼蒿菜还是蛮小朵的，没办法采收。这真的要采收的话，它的量哦也没办法供应到市场现在的需求量。茼蒿大部分的产季是在秋冬过后啦，可能在月底之后哦，那价格上就会比较稳定了。后个月冬蚵仔会大出19可能会真俗，都唔惊讲买实在等于煮火锅看到菜买袂落手。